覺唔覺得玩 war game 嘅都好暴力？喂，冇死啊！跟住玩槍嘅都唔係啲咩好人。Hello 大家好，我係 CNG。話說今次呢條片唔係 vlog，唔係打機片，亦都唔係 war game 片。今次我拍呢條片主要係想講下前嗰幾日有人問我呢條問題，同埋我嘅睇法。其實大話玩咗 war game 都有2年幾3年，都聽過好多唔同人對呢項運動嘅睇法。而最近唔知因為咩嘢原因，又有人問我覺唔覺得玩 war game 嘅都好暴力。佢嘅呢個問題令我諗翻起好耐之前一段類似嘅對話。嗰陣有人問我 war 解作戰爭，我估你知道；game 解作遊戲，相信你知道。請問怎樣不堪的心態會令今日的香港年輕人把可能導致平民全家死亡和國家軍人死亡的 war 戰爭當作 game 遊戲？我明白好多事情都有兩邊嘅聲音，都有支持同埋反對，所以一開始並唔覺得有咩特別。但係諗下，如果個個都認為玩 war game 好暴力，覺得我哋玩槍嘅都唔係啲咩好人，香港甚至乎全世界嘅 Airsoft 好快就會迎嚟冇人玩嘅一日。雖然我玩 Airsoft 嘅年資唔算真係好耐，但係都想幫 war game 做翻個平反。於是我就花咗少少時間去寫下面呢篇嘢，去回答呢條問題同解答有同樣疑問嘅人。請包容小弟嘅文筆。首先 war game 並唔係戰爭， war game 只係某啲香港人稱呼呢項遊戲嘅統稱。同時 war game 只係香港嘅叫法，外國叫做 Airsoft， 台灣叫做生存遊戲。war game 大致上模擬一啲槍械遊戲啦，以我所知某啲人會將實用射擊 IPS 都當作係 war game 嘅一種。另外某啲國家嘅軍隊都會以 Airsoft 作為軍事訓練，因此廣泛而言war game 並唔僅僅係一個遊戲，亦都係一個訓練。咁既然係模擬同埋訓練，正常情況下就唔會有任何人命傷亡啦。其次 war game 嘅 game 清楚咁講到呢個只係一個遊戲，同真實嘅戰爭並唔可以混為一談，更加唔會導致平民全家死亡和國家軍人死亡。我明白有啲人會因為曾經嘅 war 戰爭留下心理陰影，但我相信絕大部分 war gamers 都唔支持戰爭，正如我一樣支持和平。我哋將 war 帶入 game 入邊嘅原意就係讓戰爭離開殘酷嘅戰場。正因為我哋呢一代好彩啊，身處喺香港呢個福地，唔需要面對真實嘅戰爭，所以我哋可以透過呢場模擬，等我哋了解到自身有幾渺小，軍人有幾偉大。實際上好多事情唔同人都有唔同嘅見解，好多聲音都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我哋視 war game 為一個競技項目，亦都有人視之為暴力嘅延伸。正如所有嘅武術比賽一樣啦，當你用暴力嘅眼光去看待，佢就係互相傷害對方不堪嘅行為。但係當你用競技嘅心態去睇，佢就係一個彼此切磋技術嘅較量。以2024年嘅巴黎奧運為例啊，佢哋除咗有13項嘅搏擊項目，仲有15樣嘅射擊項目喎，大部分仲係真槍實彈。咁唔通運動員又係持住呢個不堪嘅心態去較量咩？最後我咁長篇大論歸根究底都係希望大家明白，事物嘅本質或許係忠誠，但係走向卻取決於人心。於我而言 war gamers 只係一群中意呢個射擊運動、中意呢個競技項目嘅人群，佢哋唔僅僅係青年，亦都唔包含任何貶義或者不堪嘅心態。上面呢段嘢我擺響置頂留言，大家中意嘅話歡迎都去參考。其實而家真係已經越嚟越少人玩 Airsoft 噶啦，甚至我原本諗住聖誕搞嘅嗰場 game， 最後都因為唔夠人而取消咗。雖然我哋嘅知名度唔係真係好高啦，但係我相信都可以反映到而家嘅一啲狀況。如果唔解釋呢啲誤解，可能就會越嚟越少新手入坑，到最後隨時冇晒人玩 war game。講翻今次呢件事啦，我相信我嘅各位朋友都係睇到最近嘅一啲新聞先會有如此嘅錯覺。其實新聞呢家嘢，佢哋都係要收視，難聽啲講真係博眼球，標題要 eye catching 先至會有人睇。新聞媒體唔會去報導嗰啲和平守法嘅 war game 玩家，但係一旦有人違法，佢曾經玩過 Airsoft 就會成為焦點。呢樣嘢亦都導致咗一般人對 Airsoft 同暴力有錯誤嘅聯繫。換句話講，某啲射擊遊戲嘅電競選手，佢哋玩緊嘅直接係殺人喎，咁唔通佢哋又個個都暴力傾向咩？雖然的確有研究指出，呢啲遊戲會刺激大腦神經內分泌系統，透過分泌多巴胺，強化玩家遊玩時候嘅情緒。呢種狀態亦都有可能令玩家嘅攻擊性行為增加，性角度亦都有所提升。長期暴露喺呢啲暴力資訊下咧，亦都有可能會引發受眾群體嘅攻擊性增加。但呢啲全部都係基於大腦仲係發育緊嘅狀態，同埋需要係長期接觸。因此一個成年人係唔應該被呢啲因素所影響到嘅。早喺2008年就曾經有強制性交罪未遂及重傷罪被捕嘅罪犯喺法庭上面以 GTA 影響咗我嚟做抗辯，但法官卻好堅決咁表示 Using game as an excuse won't help you。同樣我哋喺玩緊 Airsoft 嘅時候，
大腦神經內分泌系統亦都有可能分泌多巴胺去強化我哋遊玩時候嘅情緒。但呢個僅限於係遊戲時，遊戲後我哋同所有嘅正常人都一樣，好平常咁生活緊。所以我認為暴力同 Airsoft 兩者冇必然關係。正如我所講，事物嘅本質或許係中性，但係走向卻取決於人心。我哋一般玩家冇得控制嗰啲暴力嘅人唔去玩 Airsoft， 我哋只可以做好自己，俾佢好印象人。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或者想了解更多，歡迎留言或者 Instagram DM 我。都係嗰句，我只希望香港嘅 Airsoft War Game 可以成為一項普遍嘅運動，最好就喺啟德搞個表演賽，5萬人嚟睇咁樣啦。最後小弟買翻個廣告先，我哋 Troopers Squad 嚟緊2月24號會響 Landing Zone 搞翻場普通嘅 Squad Mission Mode 嘅 game， 一嚿人就會即刻 book 場噶啦。有興趣嘅話，歡迎睇翻我哋 IG post、WhatsApp 或者響 IG DM 我話我知你想報名。Make Concord Airsoft Great Again， 我哋下條片見，拜拜。